作為在職媽媽嘅我，每日起身之後，除咗照顧小朋友嘅起居飲食，我每日喺返工之前都要抽時間做家頭細務㗎，又要吸塵執嘢、清潔大掃除，每日由朝做到晚，真係完全冇時間出去做 treatment 護理皮膚。老實講，真係好攰，好攰，好攰啊！好彩我發現 Nono 全新推出咗3合1全方位美肌神器。如果你有毛髮嘅煩惱，可以用高效熱力脫毛器嘅機頭貼近皮膚表面劃痕，透過熱力將毛髮脫除。全身同面部皮膚都可以用㗎。改用纖幼震動潔膚頭，配合旋轉式嘅按摩，仲可以深層清潔皮膚，消除污垢，令到皮膚表面更乾淨。最後配合激活美肌導入頭，利用微震動按摩同埋導入技術，有效刺激護膚品滲透至肌膚底層，加強吸收。每日以打圈按摩嘅方式推按肌膚，仲可以做到瘦面嘅效果添。